鉴真大师成功的方法是什么？答案是十善。他在扬州已是律宗领袖，却放弃一切为日本终身传戒，这是不贪欲；六尺东渡，双目失明，从未怨天尤人，这是不嗔恚。他深信传法正确，信念从未动摇，这是不邪见。他从不搬弄是非，始终以传法为务，这是不两舌不绮欲。他发下侯惜生命的誓言，用一生践行，这是不妄语。他持戒精严，以身见道，这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。十善出自《十善道义经》，是净化身口意的根本法门。鉴真用一生证明，以十善修身，可成文化巨匠。今天你的十善做到了哪一善？评论区聊一聊。